朋友，咱种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听讲这疫情是水呢，咱今仔日要来行一个无水的水道，而且吼，这2000年前足厉害的，伊是安那？迄阵无啥物会当无炸药啦，无什物挖土机啦，拢无啦，用手安尼剁出来。愚公移山的，嘿，吼，即个吼，真有名的人啊，吼，毋知影大家有听过无？伊含因囝拢做有名吼，咱今仔日要讲的即个囝吼，嘛是算做是可怜的啦吼，因为伊迄落做皇帝2冬，发生足济代志的，对无？大家有听过庞贝城无？威斯威火山呐。威斯威火山崩起，来庞贝城都无去。都埋落去啊。所以真可怜的一个人吼，但是伊做将军的是个做残忍安尼对无吼？有即种人吼，所以咱今仔日后壁佫有老师录的影片哦，一定爱看到后壁哦。所以咱今仔日要讲伊安那，为虾米咱讲涂骹有一个预言吼，预言对无？是耶稣迄阵讲的哦，咱来斟酌来看。这是咱顶礼拜去过的所在，顶礼拜无来的朋友会当转去看吼。顶礼拜讲西流记嘛。嘿，即个所在西流记港口。对，今仔日要讲的是港口的边。因为即个港口足重要。每一当若做大水的时，顶悬的土沙会冲落来，冲落来这海港就要吞平去啊。所以就伫迄个山的顶悬，就甲水改路就对啊，甲迄个水路改变方向伊莫流入去伫港口。是安尼啦，所以甲做一条水道，迄条水道叫做。咱甲迄个水道叫做提多水道。好，因为即个人叫做提多，对无？对，即个人叫提多，伊捌做将军10冬，做皇帝2冬。是。即个提多吼，即条水路是提多因老爸开始做，因老爸是皇帝啦。因老爸。因老爸做将军的时阵迄阵的皇帝就是尼禄皇帝，咱拢知嘛。尼禄就是迄个迫害基督徒上惨的迄个，甲基督徒拢掠去点火互倒，做辣条，做火，因为就草啊甲包咧，然后甲蓝淡仔甲也是讲会倒油，因暗时点火。安尼我甲小死基督徒掠着拢足可怜。若毋是安尼，着互伊甲屎相拍，拢嘛逐个人拢嘛爱互迄屎食去，就是安尼看咧，像安尼咧看闹热就对啊，足残忍。伊做皇帝，尼禄皇帝时，就有派即个提多因老爸去拍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也有暴动。因为尼禄伤过残忍，伤过恶霸，所以百姓有哪会反抗？尤其伫犹太人遐反抗较严重，所以派一个将军去。即个就是派将军，就是提多因老爸。等到有一天，毋是提多，因为迄个尼禄皇帝就自杀，伊不得不自杀，因为所有的人。因为伊连伊的小弟啦、老母啦，拢互杀死了，伊的亲族啊，拢互杀死了。百姓也是共款，小可犯伊的意思，就拢甲杀死了。因为安尼关系。这是秦始皇的暴君就对啊。尼禄啊，咱你要讲的尼禄。我即摆是讲尼禄皇帝。后来跳过，你即摆无。罗马时代的
因为迄个罗马时代起的啊，伊是一世纪对无？讲嗯，伊为着要啥物？诶、防止要防止迄个大水啦，因为大水若来，伊会冲甲迄个港石头子港，迄个港口哦充满，就讲迄土粉会甲迄个港口吞满，啊港就袂当用啊，所以甲迄个水路改道，即个水路诚大啊，就是即改道阵就对山坑甲伊拍即个是风港过去，对，人即阵行拢无水啊啦吼，袂去互冲走诶，即阵即无咧做。阵就无用啦，无路用。哦，嗯，即个重有1380公尺，是，1公里外啦。啊，内底有7公尺的宽，6公尺的宽，宽度6公尺，宽度7公尺。是安是用人吼去甲用伊人甲迄个山内然后石头都甲拍过。嗯，一个乌诶，安尼啥物？一免安怎讲，一空一空，即阵的人是简单啦，啊，若迄阵是无简单啦，是因为迄哦，阵无迄个机械啊，啊嘛嗯，无炸药，通要炸掉石头。所以其实是一个皇帝吼，伊嗯，叫做维斯帕先，威斯帕先，威斯帕先就是提到因老爸，嗯，所以，伊你提多因老爸是皇帝吗？因老爸因老爸吼，伫尼禄皇帝是做将军啦，啊尼禄未自杀嘛，自杀了，因老爸就做皇帝啊。啊，伊哦，做皇帝时，就派因囝提督做将军，啊哦，去剿灭以色列，就是犹佮继太续就对啊，继续的。来伊就叫因囝看，伊后壁，来，因为提督皇帝敢若做2冬就死去啊，啊，哦，所以话提督因小弟继续做皇帝。啊，是我即个隧道哦，要完成有那是几啊十冬。真无简单。你看人徛伫遐真大呢，对，应该是足济功夫，足济人牺牲性命伫遮吼。咱着想着耶稣有缘，即个你个提督即个今仔日特别的是讲为一个耶稣有缘，耶稣看到圣殿的时候，就感觉有时个替流目屎哦。你看马可后面13章第1到第2章哦，耶稣对圣殿出来时，有一个门徒，就是一个学生啊，一个学生就甲伊讲老师啊，你看。这石头遐尼大块，啊建筑物哦，阁遐尼通哦。耶稣甲伊讲哦，讲你看遮大诶建筑物，将来伫遮无一块石会三贴，拢会互人甲伊拆甲平平平。啊，意思讲连你看迄石头偌大块，无人搬会叮当，因为有够大，像迄一间厝安尼啊，一块一块贴起来，足通风啦，就是足大的对啦。啊，大家拢先讲哦，这永远袂倒的。啊，耶稣甲伊讲，你看，讲这无偌久就要倒。其实哦，偌久呢？耶稣讲了33冬，就真正用拆甲平平平。咱来看第2段圣经哦，路加福音19章41节了哦，到43。耶稣一家己远远要行入去耶路撒冷，啊，拄已经近，就行到近的是有看到城，行到有看到城的是着低靠，就为着即个遮尼水的城来靠。伊就讲，因为时日要到，讲日子得要到，你的对敌要周围去投降来为你，四面困苦你。特别互你甲你诶内中诶囝儿拢倒地，无留2块石3贴，因为你毋知影管顾你诶日。意思讲伊为什么为即个圣殿遮尔水，啊无欢喜，啊搁提靠，
因为伊知影个无偌久，真正哦，那伊33岁嘛，耶稣33岁，33当33年时讲，到66年时，这个城就开始有迄个反抗的声，到70年就互拍甲安尼样，连金灯台都拢抢去。抢去伫倒位，抢去伫罗马，去一个凯旋门这个做的就是提督将军啦。来遮甲这个城毁坏，就是提督，咱今仔日在讲的提督水道。这个水道，迄阵伊还在做将军，也未做国王。因为因老爸是国王，伊将军的时，伊甲耶路撒冷拆甲平，甲所有圣殿的物件，拢抢去罗马，伫遐建一个，即阵还阁有咧叫做提督凯旋门。提督凯旋门拢共款个伫罗马所在。等下会看到即个就是讲即段是耶稣伊所讲的话。伊迄阵就有讲讲圣殿的代志，以后会发生的代志，可能大家无偌久，真正无偌久以后的代志，拢毋相信的啦真正是真有当时感觉讲就像美国迄阵对无去用去攻击的时飞机迄足水的大楼，一个点物都无去所以一个画家伊就画即个。是毋是？你看，拢对迄个顶悬所在摔落，下骹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一大堆。是，而且抢物件的还是这个圣殿的物件，有金的银的，拢总摕走。有人看过100度无？真厉害！为了食真少，会当去研究一下有兴趣的朋友。所以这就是拄则老师讲的凯旋门。66年的时耶稣33年讲的嘛，拄搁加33、66。罗马犹太诶迄阵犹太是属罗马管，是一个省一个省迄个市，为什么市？因为尼禄皇帝实在是伤残忍嘛无天良啊。迄阵尼禄皇帝就派威斯帕先，就是迄个提督因老爸做军队诶，带军队诶3个军团去甲伊镇压。到68年时，尼禄就自杀了。伊自杀的原因当然是就是所有的亲戚朋友拢离开伊，连伊的部下都毋听伊的话，因为伊做了伤绝。来70年，这个指挥官的提督指挥官就带3个军团的兵，就去甲耶路撒冷围起来。伫遐围起来，围足一个月，直到内底人拢无物件食。迄个围起来，所有的人拢袂当出来。因为拢几3万几个兵甲耶路撒冷围咧，个。去城嘛，去土城嘛，甲伊围起来。到因内底拢无命，这人拢得要死伊甲入去，甲伊全部拍掉。所以迄阵有死10万个人，100几万人死，有98000人互人掠去。对，就是去，互伊枵甲无力。来去甲伊攻击真正是真残忍这像因的主人尼禄。所以迄阵拍倒以后，叫做第二圣殿拍倒，直到即阵拢也袂阁去。对即阵就讲第3圣殿，那阵起起来，你特别剩一个古墙，剩一个对，所以个。足侪人去遐祈祷无论是啥物教会人，咱想拢做爱去即个所在。即个道就是伫迄个凯旋门顶悬的道啦。
另外顶悬有哦，光一嘿，个金灯台，迄是伊系列的圣啊，殿上重要的物件。哦，是，伊就甲金灯台拢抢来落嘛。就是庆祝讲哦，凯旋的讲，阮拍赢，阮转来啦，庆祝者，起一个凯旋门哦，这个门就是提督凯旋门。哦，安尼真正就是即个将军啊，吼，这个提督，嗯，10年的将军，做10年将军了后，伊做10年，爱做皇帝，甲做2当。听讲伊做将军诶时嘛是，无啥迄落吼，伊做将军的是确实无好，因为伊有一届哦，想要做，也未做皇帝以前啦，有一个竞争的对手，嗯，伊就设迄个宴席吼，讲来请人客，甲朋友，迄是因朋友啊，朋友拢请来，咱来食青草。即摆迄个要甲伊做对，要甲伊抢皇帝位迄个吼，迄个朋友来。伊就甲伊抬死，人是要来付青草，结果是伊算做暗中计划甲人抬死，所以人就感觉讲，即个人实在无好，暗中咧杀人。毋过伊做皇帝以后吼真好，做皇帝以后吼，伊就无搁做即款歹代志，连因小弟吼本地有哪反对伊，就原谅伊，搁求伊甲伊和好，煞咧，迄个人才有讲放屁嘛，互迄个地动甲伊暗去，有真侪人拢真可怜啊，无所在，伊就开放伊家己诶钱，就迄个救灾就对啦。迄阵个罗马阁有瘟疫啦，阁有火烧啦，伊拢甲因救济，所以百姓拢讲是好皇帝。伊阁是拍赢迄个犹太，就是讲犹太叛乱互伊平定，所以对罗马人来讲伊是好诶。对犹太人来讲就不一定。人看人是好诶，上帝看人毋是安尼啦。对哦，看你徛伫倒一边对无？好人圣经有讲上帝看人，毋是人看人。人就是看人诶内心诶啊吼，所以伊看，即个就是咱拄则迄个水道对无？水电线来造出来，就是要甲水路改变啦。所以伊到2冬了后吼，真无彩啦吼，人会讲，即阵台语可能会讲即个人真衰对无吼？伊迄落去误着啥物瘟疫，来个火山，崩去火山爆发，来伊个伫家己43岁吼，43岁就死去啊。是，即个是啥物所在？即个你看即个桥吼，即罗马人甲会当去诶，伊用石头吼，全部拢无一个钉啊，无用绑啊，无用钢筋拢无。对吼，一个安尼甲贴起来，贴起来伊就变一个桥，作用诶桥拢袂摔落。因为伊是用迄个修正迄个石头诶角度，一块一块甲贴起，像咧控油安尼啦。贴了以后就变作用紧掉咧。迄阵诶迄个科技嘛真厉害哦，真会当安尼无用一个钉啊就对啊。而且是附近遐有一个洞，叫做贝西克利陵墓哦，因为较早有算做较有地位，因为即个所在哦，西流基即个所在，拢是有地位诶人啦。连开国诶迄个皇帝嘛，拢死伫遮，所以伫遮诶人就是拢有头有面，也是讲好个人，所以因诶墓拢起啊足水，这就是因诶墓啦。即个是墓哦，想讲是迄个啥物人住诶所在，因为内面有一个叫做啥物？内底拢起甲真好看，拢用石头做诶。即个石头内面阁有乞衣啊、门床，就拢就墓仔内底那像徛鸡安尼就对。
这是安怎去找因诶祖先开讲吼？来去一个门床还是椅仔，会当倒伫遐休困。即个就是寮推吼，迄梦个会做寮推诶，是真水诶一个所在吼。因诶石工真厚诶吼，真正有厉害对啊。所以有当时啊，人看人吼，看袂真足诶吼，但是上帝看人是看你诶内心吼，所以你若有去互人误会对无？还是安那诶人，是毋是？你着毋免伤烦恼吼，上帝拢会甲你安那，互你有诚好诶安怎讲安排啦吼，未来。那即份咱要来看老师甲咱讲诶即个影片。老师你去即个所在诶时，敢有遇着啥物趣味诶代志？甲咱讲，因为我咧就是找咱看影片的时候，观众朋友看觅有啥物问。有诶吼，因为老师开方阵，这是啥物所在？就是拄则迄个桥，拄则迄个桥吼，甲讲毋免一个钉仔用诶即个桥。非常壮观的一个水道吼。结束。非常多谢。无看到老师的头啊吼，原来老师的迄个影像无小心关掉啊吼。但是今仔日真欢喜，嘛遮多谢老师甲咱讲即个，带咱去看即个水道啊吼。伫涂骹吼，耶稣讲诶拢是真诶哦，毋是滚耍笑诶吼。若你有一啥物代志吼，想袂通，咱想要去互欺负诶，拢欢迎你到教会吼来找求阮诶上帝。伊拢有上好诶答案互你，愿上帝祝福你。多谢后礼拜一下暗，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搁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观众朋友平安，多谢老师。好，平安。再会。